大家好，又係我小雞啊！今日要講嘅故事係誰要我幫忙？作者喬賴斯克。今日出咗大太陽，天氣好好，小榮好想喐下啲手腳，幫大家做啲事。佢興沖沖咁叫：邊個要我幫手啊？爸爸就話：唔需要，我講緊聽日嘅計劃書。媽媽就話：唔使啦，我要將聽日用嘅指示牌畫好啊。哥哥又話：唔使啦，我設計緊聽日我要着嘅表演服裝。小榮嬲啦，佢諗冇人需要我就離家出走，跑到好遠。小榮真係離開咗屋企，跑到街上面。小榮經過老張嘅修車廠，老張喺汽車底下邊探出個頭嚟問：小榮，你咁急去邊啊？小榮就話：冇人要我，冇人理我，我要跑到遠啲。車底嘅老張就話：我要你幫手啊！你話畀我聽個車燈有冇着？老張喺車底度試下撳掣同埋啲線路，小榮就話畀佢聽：而家燈着咗，而家燈熄咗。整好車之後，老張由車底鑽出嚟話：小榮，多謝你，送你一份大地圖，你就可以知道行邊度啦。小榮就帶住地圖向前行，嚟到丁家燒臘店。丁先生企喺櫥窗入邊忙住掛臘腸。小榮，你急急去邊啊？冇人需要我，冇人理我，我要走佬。我要你幫手啊！你幫手帶啲臘腸畀我。臘腸掛好啦，丁先生就由櫥窗度行落嚟話：小榮，多謝你，送你好食嘅臘腸，你可以喺路上食。小榮帶住地圖同臘腸繼續向前行，經過一個街口，佢就嚟到梅阿姨麵包店。小榮好鍾意梅阿姨麵包店㗎，因為啱啱出爐嘅麵包聞起嚟好香。小榮跑過去話：梅阿姨，我哋講拜拜，我要離家出走，因為冇人要我幫手，都冇人理我。梅阿姨笑住話：啱啦，我要你幫手，你幫我喺紙袋上面吸印啦，再將啲紙袋堆到個架上邊。小榮吸完又吸，堆完又堆，啲嘢搞掂啦。梅阿姨就話：小榮，多謝你，送你一個熱麵包，可以夾住啲臘腸食，仲有啲小餅乾畀你做點心。而我想知道小榮之後會去咗邊度？佢係咪真係會離家出走唔返屋企？留意聽日我講嘅故事啦，聽日見。